放下石頭的朝聖者。馬可福音靈性之旅第二講，放下石頭背起十架走向耶路撒冷的朝聖者。經文咧就馬可福音第8章27到38節。從看風景到走向死地，德國嘅哲學家尼采曾經講，人靠着極致嘅熱情同埋榮耀，就能夠喺一個燦爛嘅瞬間係找住整個嘅永恆。佢係一條向上係找取而自我擴張，將生命活到最高最亮嘅路。去走呢個去法國嘅之路，就係啟程嘅咧，就經歷嘅咧就係寬恕啦，就係呢個寬恕之風，亦都係經過呢個嘅靈魂嘅黑夜，就係呢個嘅我上次講係梅塞塔高原啦，咁我再睇下原來應該係讀係梅瑟塔高原，係咪梅瑟塔高原？喺馬可福音嘅前半段裏邊咧，門徒喺加利利嘅經歷裏邊咧，經歷咗蒙召啦、醫治啦、趕鬼同平靜風浪。呢個係一段係充滿神蹟同埋恩典嘅蜜月期。咁咧，然而喺呢個嘅朝聖者之旅嘅路程裏邊咧，係唔可能或者永遠咧都喺呢個平原上面漫步嘅。但當呢個路程咧進入中段嘅時間，呢個風景咧就開始變啦。咁咧就呢個嘅坡度咧亦都變啦，連空氣咧當中嘅氣氛亦都係開始凝重咗。咁馬可福音裏邊咧講到在路上嘅咧，已經唔再係一趟嘅即係條路咁簡單，或者係一個受訓嘅旅程，而係一次嘅旅程，呢一趟走嘅旅程係走向十字架嘅死地嘅旅程。真正走過呢個嘅朝聖者之旅嘅人咧，都知道咧，當你走喺呢個嘅中後段嘅路，身體咧都會疲憊，會達到極點。咁咧腳上邊咧都會結成水泡，會破損。咁個時間支撐你落去嘅時間，唔係再係乜嘢嘅新鮮感，而係你點解要喺呢度行呢條路嘅初衷。呢一講裏邊，我哋就邀請3位嘅現代嘅朝聖者同我哋一齊同行。咁呢出片咧就叫做《3個朝聖者》，咁係2004年嘅。3個人、3個季節、3個目的，走喺同一條嘅路上面，從未遇上，好奇妙嘅佢哋嘅生命係轉化，竟然咧係彼此相映照，亦都係與馬可福音裏邊筆下嘅門徒嘅成功同失敗咧係交織成為一出圖畫。第一個人叫做羅伯，係一個好嚴肅嘅荷蘭嘅社工，喺呢個冬天嘅時間裏邊，自家門裏邊出發，由家門屋企開始喺荷蘭開始就出發，到達呢個嘅城之前，佢其實已經走咗2000里路啦，即係佢已經行咗2000里路，未到起點啊，已經行2000路。有人話佢你冬天上路，你唔係即係癲狂啊，你一定係會凍僵嘅喎。嗰一種最沉重、最能夠吃苦嘅西方朝聖者就係佢啦。第二個代真央，日本知名嘅詩人，春天出發啟程，帶着東方嘅靜觀嘅眼睛。佢同當地嘅人，佢係一度好溫暖咁樣係傾偈，但係可惜咧就係雞同鴨講。但係對方咧一聽到日本嘅就會話日本啊，好遠好遠嘅喎。係啊，個人都係咁樣話，日本好遠好遠嘅喎。第3個人叫做米蓮娜，佢係一個精力充沛嘅巴西嘅瑜伽嘅老師。佢就夏天出發，好似代表佢精力好旺盛咁係嘛。佢走完咧就係600公里路之後咧，呢個腳部咧就嚴重受傷，最後咧只能咧係搭車去到呢個嘅終點，就聖地亞哥 Santiago， 個終點係教堂有個地標。因此咧係佢得唔到呢個朝聖嘅證書。朝聖咧開始時間裏邊咧係要買一張係吸引嘅 visa， 跟住一路行到咧，最後完咗之後咧，就有個朝聖嘅證書。呢個可能係西班牙文 Compostela 咁啊。今天我哋就係跟馬可福音裏邊，亦都係跟住呢3位嘅朝聖者，借用佢哋嘅例子作為現代人嘅一個嘅隱喻。呢個人呢一段係最核心嘅階段咧，就係喺路上面，係嚟到3個充滿咗神聖同奧秘嘅地標同埋係地景。睇門徒點樣喺呢個刻裏邊咧係解鎖最艱難嘅成就，就係捨己。如果上一講我哋係拎起咗信心嘅杖，咁呢一講裏邊咧，我哋就係拎起一雙鞋，預備好為主咧係受苦嘅鞋。而下一講咧，我哋將會咧係為到別
一個叫做盼望嘅貝殼係有另一個嘅信息，像鞋、貝殼呢個都係朝聖者嘅3件嘅裝備，亦都係我哋喺依趟嘅旅程裏邊嘅3部曲。呢一段嘅路程嘅路標裏邊咧嘅路線圖咧就係法國嘅中段，就係借喻為走向耶路撒冷。咁咧就呢個朝聖地標咧就係十字架，鐵十字架。喺馬可嘅地理神學裏邊咧就係頭先所讀嘅該撒利亞腓立比，就係認信與受苦嘅寓意。而呢一講嘅處境解鎖嘅成就咧就係交託，係放下自己嘅石頭，係徹底捨己。咁第2站咧就係呢個嘅奧瑟奧雷羅就係變像衫，神聖嘅榮耀與啟示。第2站咧就係講呢個嘅奧秘，就係穿越呢個迷霧睇見咗神嘅曙光。第三站就走向呢個嘅聖地亞哥，最後嘅利路就係耶利哥路上面個瞎子巴底買。呢個第3站裏邊咧就係講跟從，丟下外衣，毫無保留咁樣去跟從。呢3個地標咧就係象徵住門徒靈性嘅轉變嘅蛻變期。交託就讓我哋倒空自己，奧秘俾我哋走向死亡嘅力量。跟從就讓你可以喺睇唔到嘅時間依然係邁步前行。中心信息喺加利利同埋耶穌教導門徒帶住一根杖，信心嘅朝聖杖。但當一個轉向呢個耶路撒冷嘅路上面，耶穌係俾佢一個新嘅裝備嘅清單。8章34節馬可福音：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呢一講裏邊係要講一件事，係真正嘅跟從係必須要經歷同埋自我解構。你唔能夠一手係拎住自己代表自己嘅意志嘅石頭，一手又背住耶穌嘅十字架。十字架之路唔係一條自我實現之路，而係一條係受苦認同以自我死別嘅路。唯有係先喺呢個嘅鐵十字架丟掉自己嘅石頭，先至能夠喺變像嘅山上面睇見神聖嘅榮耀。最終先能夠好似呢個嘅瞎子巴底買咁樣丟下外衣，毫無保留咁樣跟從。喺呢出片裏邊，我哋睇到呢個導演一開始嘅時間拍攝之前，佢已經親自走過呢一條路，留低嘅一句説話，呢個正好係呢一講嘅信息裏邊所俾我哋嘅靈魂嘅説話。呢個係一種嘅感情上面嘅恢復，去重新發現細小嘅行為嘅重要性。點解喺我哋堅信現代同埋進步嘅世界裏邊，要丟棄呢啲咁簡單嘅事物嘅咧？朝聖就係將好大嘅野心係放低落嚟，重新係學會珍惜小嘅功課。呢個正係耶路撒冷之路上面教導門徒嘅事情。講到呢個行囊嘅清單裏邊有嘅嘢係咩咧？首先第一就係代丟棄嘅咧，就必須放下重擔。一顆從呢個家鄉帶嚟嘅石頭，代表着你嘅驕傲、掌控欲到成功嗰種嘅信仰嘅幻想。帶領就係路上面嘅新嘅裝備，就係一副十字架同埋一雙願意為主磨破嘅鞋。第三樣就係要蓋3個印 seal， 就係徹底嘅交託，睇到神嘅曙光，毫無保留嘅跟從。首先讓我哋勾畫呢個嘅輪廓，一顆從家鄉帶嚟嘅石頭，喺法國之路上面出發去朝聖之旅嘅西班牙嘅終點嘅聖地亞哥，有一個極度充滿嘅儀式感嘅地方，就叫做鐵十字架。喺影片裏邊咧都有呢度咁樣嘅一句嘅旁白，大意就係鐵十字架就係整條呢個嘅聖地亞哥嘅路上面係最高點。幾個世紀以來，所有嘅朝聖者都會咁樣做，係咩咧？就係傳統上面朝聖者一出發之前，就會從自己嘅家鄉裏面撿一塊石頭帶喺身上面，會從自己嘅家鄉撿一塊石頭帶喺身上面。呢塊石頭就可能係代表佢過去嘅罪惡，或者一段冇辦法解釋嘅悲傷，或者一個執念，
或者對未來嘅某種嘅強烈嘅期盼。咁呢個石頭，呢顆石頭裏邊放喺呢個背包裏邊，每日都係跟住佢行，越行就越沉重，越行就越沉重，直到佢哋係攀登到最高點，嚟到呢個嘅呢一根係豎立喺呢個嘅荒野當中裏邊嘅鐵十字架前面，朝聖者就會將手上邊伸入去呢個嘅背包裏邊，掏出嗰一顆石頭，流住淚就將佢係拋棄喺呢個十字架下邊，或者係上邊，或者係側邊，象徵住呢個嘅擺脱過去嘅罪惡、罪孽嘅沉重嘅罪惡嘅重擔，然後繼續佢嘅旅程。呢個喺感情極度釋放嘅時刻，佢將自己留喺嗰度，就係換取真我嘅真正嘅自由。馬可福音第8章，彼得嘅背包裏邊亦都係帶着同樣一顆沉重嘅石頭。嗰顆嘅石頭嘅名字就叫做佢心目當中裏邊榮耀嘅彌賽亞。今日耶穌要將呢個彼得帶到佢嘅生命嘅十字架嘅前面，讓佢將呢一顆石頭係丟掉。讓我哋從呢個嘅書卷裏邊去尋索3個地標、3個靈性嘅重塑。第一站交託鐵十字架，對比該撒利亞腓立比。馬可福音第8章27到38節，朝聖嘅對照，鐵十字架同埋徹底交託同埋自我嘅死寂。朝聖嘅處境嚟到呢個鐵十字架，意味着呢個旅程進入最核心嘅一個考驗裏邊，就係將呢個石頭掉低落嚟，係解鎖就成就，徹底嘅交託同埋自我嘅死寂。呢個唔單止係嚟到係睇風景，而係真正嘅明白接下嚟嘅路就係一條不歸之路，冇退路嘅朝聖之路。經文話俾我知道，呢個係馬可福音最重要嘅一個轉折點。喺呢個該撒利亞腓立比裏邊，耶穌就問：你說我是誰？彼得就搶住話：8章29節，你是基督。彼得以為自己答啱咗啦，但係耶穌後來立即預言話：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我哋基督咪就救主咩？你咪救主咩？彼得話：你係救主喎，但你個答案就話佢將要被殺。彼得一聽到，立即就拉住耶穌，就勸咗佢。原文咧有責備嘅意思。嗱，彼得咧就喺個背囊裏邊咧嗰顆好大嘅石頭，佢就係一個認為耶穌係一個可以推翻羅馬政權嘅救世主，係帶來榮耀。佢係出嚟嘅係一位榮耀嘅君王，而唔係一個會死喺十字架上邊嘅失敗者。耶穌就轉個身嚟，當住眾門徒嘅面前係嚴厲責備呢個彼得：撒旦，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信仰嘅進階就係呢個嘅捨棄你對神嘅自我為是。但耶穌接住嚟就係呼召呢個眾人：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呢個鐵十字架完全咧就係對應住呢個嘅該撒利亞腓立比。耶穌喺呢度就等於告訴呢個彼得嘅話：將你背包上面嗰一顆榮耀嘅信仰嘅神學係掉低。呢個石頭掉低就係掉喺十字架，捨棄 deny himself， 就係對嗰個係充滿着掌握欲嘅自我說不。在路上面，朝聖者羅伯嘅功課，最簡樸嘅人走得最遠。嗱，請睇下呢個羅伯，佢唔係坐飛機嚟到呢個法國，佢係走咗100公里嘅嚟嘅走嚟之後嘅100公里嘅觀光客咁樣。佢就喺寒冬裏邊從呢個嘅荷蘭自家門起步，一步一步走咗2000公里路，先至係抵達到別人嘅起點。人哋對佢嘅講：你冬天開始行朝聖之路，你唔係癲狂啊嘛？滿地都係雪。羅伯所經歷嘅就係咁啊！喺羅伯身上面幾乎冇多餘嘅嘢，佢將生活所有嘅嘢都係削減到最簡樸。佢喺呢一種嘅極致嘅簡樸當中，係得着最深嘅內心嘅平靜。佢就係嗰個真正將石頭丟喺呢個嘅鐵十字架下邊嘅人。
佢先將呢個舒適係放低，佢將呢個快捷，搭飛機最快捷啊，掉低，將別人點樣睇佢，冬天去行，你咪黐線啦！彼得所找着嘅榮耀嘅石頭係唔肯放，而羅伯卻係用咗整天嘅冬天2000里路嘅腳程，示範咗乜嘢叫捨己。捨己唔係一個口號，而係每日喺寒風裏邊一步一步。你越係願意倒空，嗰條路反而係比你越多越易行。路上面嘅默想心思，第一，彼得應對咗耶穌係基督，卻係完全誤會咗基督嘅意思。我哋嘅信仰嘅背包裏邊係咪亦都有一顆名為只要相信耶穌就一帆風順嘅石頭呢？第二，羅伯放棄咗呢個嘅個人嘅喜愛旅遊享樂嘅日常，通常去第度梗係旅遊享樂啦，係咪？2000里路簡樸換來你內心嘅平靜。你願意為咗跟從主，係具體削減生活裏邊邊啲多餘嘅嘢呢？第二站，奧秘奧塞布雷羅，對比登山變像9章2到第8節。奧塞布雷羅就係穿越迷霧可以見到神嘅曙光。丟下咗石旗之後，朝聖者會進入呢個嘅加利西亞，喺呢個節節嘅門戶，第一個會進入嘅就係奧塞布雷羅一個鎮。呢度係需要經歷過一段艱難係陡峭嘅爬升嘅坡道，常年嘅雲霧係環繞住，有好多嘅聖杯嘅傳說同埋呢個古老嘅圓形嘅茅草屋。進入呢度裏邊，就代表呢個嘅朝聖之路進入咗最後靈性嘅階段。解鎖成就係穿越呢個嘅迷霧，看見神嘅曙光。馬可福音9章2到8節，就在預言受苦之後的6天，耶穌帶着彼得、雅各、約翰上了高山，在他們面前，耶穌變了像，衣服放光，極其潔白。以利亞和摩西顯現，在雲彩遮蔽他們。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信嘅再進階就係走向死亡之前，瞥見神聖嘅榮耀。為什麼要喺呢個時間裏邊要變像呢？因為耶穌剛剛話咗俾佢哋知一個殘酷嘅死路，但門徒心裏邊充滿嘅都係迷霧同埋恐懼。奧塞布雷羅嘅高山嘅雲霧同埋變像山裏邊嗰種嘅經歷，朝聖者喺呢個肉體裏邊極致嘅疲憊，心靈裏邊充滿懷疑嘅時間，往往會喺呢一度感受到一種嘅超越現實嘅寧靜同埋神聖感。神讓門徒喺登山變像裏邊係短暫瞥見咗十字架背後嘅復活嘅榮耀。呢度嘅曙光，呢度嘅主光，唔係為咗要讓佢哋留喺山上面係搭3座棚，彼得又想喺度掌控，而係為咗要佢哋有足夠嘅力量走落山，走進耶路撒冷嘅黑暗裏邊。在路上，代真央，呢個日本女子嘅功課，喺細小嘅事物裏邊睇見神嘅曙光。奧塞布雷羅嘅功課就係屬於嗰個日本女詩人代真央，佢走得慢，但睇得細，語言不通。當一個嘅當地人同佢傾談嘅時候，都反覆係對佢咁樣講：日本好遠喎，好遠啊！日本呢個正係雞同鴿講嘅呢個笨拙嘅善意，喺呢個嘅庇護所裏邊，凡係朝聖者用佢嘅 visa 就可以入去呢啲庇護所。庇護所裏邊暫住，呢個係瑣碎嘅規矩，係關於呢個嘅庇護所。憑着朝聖者嘅護照才能進入住。晚餐就喺呢個彌撒之後供應，晚上10點鐘就要閂門，你一定要翻嚟。可以喺留言簿裏邊留言，係歡迎係捐款。呢啲係被視為現代人嘅生活裏邊嘅微不足道嘅啲小事，但係喺呢位女詩人嚟講，佢係一個從當中裏邊係嘅靜默嘅觀察裏邊
係重新係發出亮光。呢個正係奧塞布雷羅嘅迷霧嘅經歷。神聖嘅曙光往往唔喺一個嘅轟轟烈烈嘅大事上面，而係你願意係慢咗落嚟，係靜靜咁樣喺嗰啲細小微小嘅事物裏邊所觀察、所默想，然後所突然得嚟嘅亮光嘅一刻。彼得喺山上面急於要搭棚子，係急於掌控，急於要留住嗰個榮耀嗰一刻，要打卡留念。代真央卻係學會咗安靜嘅接受，讓呢個恩典喺陌生人嘅笨拙嘅笑容當中裏邊向自己顯現。天父講：你們要聽打，聽就係需要係先安靜落嚟。路上邊係默想嘅心思嘅問題。第一，彼得喺登山變像，嚇到不知所措，卻係仲想搭3座棚，將榮耀留住。我哋是否亦都係想留住喺呢個嘅屬靈嘅高山嘅經歷當中，而逃避落山真正面對十字架同埋苦難呢？第二，代真央最微小嘅事物裏邊係重新睇到豐富。呢一個禮拜裏邊有邊一件事係你平時所忽略嘅小事？呢個可能係神要對你所講說話嘅地方。第三站，跟隨最後嘅里路，對照耶利哥嘅路上面，馬可福音10章46到52節，朝聖嘅對照就係走向呢個嘅聖地牙哥，撇下外衣，毫無保留地跟從。走過呢個嘅奧塞布雷羅嘅迷霧之後，就會進入去通往呢個嘅聖地牙哥嘅最後嘅1里路。呢個時間能唔能夠完成，已經唔係再係重點。你走咗好多好遠，身上剩低有幾多？而係反而係成就咗乜嘢？最後最赤裸嘅考驗就係咪呢個能夠令你解鎖嘅成就？撇下外衣，毫無保留嘅跟從。聖經裏邊第10章嘅結尾就喺路上邊嘅一個旅程裏邊，進入去耶路撒冷，出現咗一個瞎眼嘅乞丐叫巴底買。當耶穌呼叫佢過嚟，經文講一個極致象徵嘅意義，瞎子就丟下咗衣服，跳起來走到耶穌嗰度。當一個嘅瞎眼嘅乞丐嚟到，嗰件衣服就係佢平時嘅財產，係佢嘅張床，係佢嘅被，係佢嘅保護色。但佢丟低落嚟就去跟從耶穌。當耶穌醫好佢嘅對眼嘅時間，聖經講他就在路上跟從耶穌。信嘅完全就係在看不見前路嘅時間，依然向前邁步。巴底買嘅肉眼睇唔到，卻係比睇得見嘅門徒更加清楚向住邊度走。門徒拎住嗰個石頭不放，瞎眼嘅佢係毫無保留丟低自己所僅有嘅，賴以為行乞嘅外衣。呢個係十字架路上邊要造就嘅真正嘅朝聖者。呢個承認自己係瞎眼嘅，要放低自己嘅保護，喺睇唔見前路依然去堅定嘅跟從。在路上面嘅米連娜，佢個功課又係點呢？就係走不完嘅路，才是走成了的路。走不完的路，才是走成了的路。電影裏邊情感最重要嘅一課就係屬於呢個嘅巴西而嚟嘅一個瑜伽嘅女孩，叫做米連娜。佢精力充沛，夏天出發，一生要走完呢個行程，拎到嗰張證書。但係走咗600里路啫，佢個腳就開始嚴重受傷。有人勸佢：你個腳傷得好重，非常嚴重啊！你唔能夠咁樣行去呢個耶利哥啊，聖地亞哥。佢就倔強咁樣回答：但我必須走。後來佢嘅膝蓋腫得更加厲害。如果佢再亦都係行喐走不動，最後只能夠搭車去終點。因此佢拎唔到一個嘅完成嘅證書。你聽到呢度，你會覺得米連娜嗰句：但我必須要走。呢個似唔似係彼得？佢話：主啊，萬不可如此啊！或者呢個嘅約翰雅各，佢話：我哋都可以喝這杯。呢個好似同一樣嘅聲音一樣，係要找着
要我自己靠我自己完成。呢一顆石頭係唔能夠放低落嚟嘅同一個聲音，但最後呢個嘅米連娜最後所領受嘅一句説話改變咗佢，大意就係你已經盡力啦，呢個先係最重要啊！呢條路本身有啲人係踩單車去嘅，用單車隊嘅，能唔能夠用雙腳行完，從來都唔係一個重點。真正嘅重點就係你達到咗個終點之後，你個內心嘅狀態係點樣？佢拎唔到證書，佢係拎咗比證書更加重要嘅嘢，就係從非完成不可嘅執着，走向自我極限嘅接納同埋寬恕自己。呢個正係呼應呢個嘅影片裏邊嗰一段嘅聖杯嘅對話。有人問嗰個杯係咪基督最後晚餐嘅時間裏邊所用嘅咧？當對方坦白咁講嘅話，當然唔係啦。呢個只不過係11世紀嗰陣時候一位女王嘅禮物嚟啫嘛。但作為一種嘅理念嘅表達，重要嘅就係堅持落去。呢種嘅信仰嘅意思就係話，從來唔係依靠外物嘅憑證，無論聖物又好，又或者證書都好，而在於你憑信心一步步嘅行完整個嘅旅程。心思默想喺路上面。第一，巴底買掉低嘅係佢僅有嘅外衣，米連娜放下嘅係佢非要完成不可嘅執着。你嘅手緊緊揸住，唔肯放低嘅外衣係啲咩咧？第二，米連娜學會嘅重要嘅唔係能否到達，而係睇到達嘅時間嘅內心嘅狀態又點咧？喺呢個嘅跟從主嘅道路上面，你能唔能夠亦都對自己講一句嘅説話？耶穌，我為你盡力，我已經盡力。最後，鏡視觀察，誰才是真正路上的朝聖者呢？呢一段路上面嘅歷程係疊起嚟照一面鏡。第8章對第10章嘅馬可福音，耶穌3次預言自己受苦、被殺、復活，但門徒嘅反應又係點呢？第一次彼得阻攔，第8章；第二次門徒喺路上面掙扎；第三次當耶穌話佢要死嘅時候，雅各同約翰就跑來係爭坐喺呢個佢嘅寶座、榮耀嘅寶座右邊定左邊。第10章，門徒就好似一群呢係死都唔肯掉低石頭嘅朝聖者。佢哋就喺十字架路上面，心裏嘅盤算緊有冇錢啊，有冇名譽地位啊，有冇冠冕啊，成就對照嘅小角色嘅逆襲，但係多數嘅門徒嘅失敗。一邊係3個係親耳聽到受苦預言嘅，佢係3次搞錯咗方向嘅門徒；另一邊就係一名名不經傳、被眾人喝止嘅瞎子嘅乞丐。門徒所找住又驕傲掌控成功嘅幻想，瞎子腳毫無保留掉低自己唯一所有嘅外衣，睇見咗嘅迷了路，看不見的卻找對了方向。面對呢個鏡子，我哋要問我哋自己：你手裏邊所找着嘅，究竟係增大為誰為大嘅石頭啦，還是預備好隨時丟低嘅外衣呢？真正嘅朝聖者係巴底買，就好似米連娜一樣，承認自己係瞎眼有限，接受自己嘅極限，丟低自己嘅保護。雖然肉身看不見，佢係用心靈嘅眼睛喺十字架嘅路上邊係堅定嘅跟隨。最後讓我哋入到去實行嘅應用裏邊，讓蓋下3個嘅印章，走喺呢個耶路撒冷嘅路上面，一條解構自我嘅路上面。呢一週裏邊就請對應3個嘅地標同埋3個嘅朝聖者，喺你嘅靈性嘅護照上面蓋3個嘅印章。第一個印章，交託，鐵十字架好似蘿蔔一樣丟下石頭，揾出你生命嗰顆石頭係乜嘢？佢可能係你對某一個結果嘅強烈嘅執着，對某人嘅唔寬恕，或者你對自己自以為嘅一種嘅驕傲。呢個禮拜裏邊揾一個安靜嘅時間，具體嘅向神禱告：主啊，我將呢啲嘅事、呢個人、呢啲嘅執念都丟在呢個十字架下，唔再為自己背，就好似蘿蔔一樣，係
削減咗行囊咁樣，係具體喺生活上邊削減一切多餘嘅重擔。第二個印章奧秘奧塞布雷羅就好似代真一樣，喺呢個細小嘅事物當中係仰望榮耀。嗱，當你陷入生命同埋侍奉嘅迷霧疲憊嘅時間，唔好急住要搭棚子解決問題。呢個禮拜裏邊，每日花10分鐘安靜嘅時間，什麼都不求，單單係默想耶穌嘅榮耀同埋天父所講嘅説話。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並且好似嗰位嘅詩人一樣，刻意去留意一件平凡平日係容易忽略嘅事物，就好似一齊食飯，一句問候嘅説話，一段安靜嘅時間，讓神聖嘅曙光成為你下山嘅力量前進。第三個印章，跟從耶路撒冷路上邊，就好似巴底買同呢個米連拿一樣，丟下外衣，只認一件你用嚟保護自己嘅，佢係阻礙咗你跟從主嘅外衣。呢個可能係面子，可能係安全感，又可能靠自己去完成嘅一種嘅執念，又或者係只係一個藉口。呢個禮拜試圖喺一個具體嘅行動上邊係丟低佢哋，單單係跟從主、順服主嘅一次嘅感動。你要記住呢個米連拿所學到嘅重要嘅，唔係要你得到咩嘅證書，而係你抵達嘅時間裏邊嘅內心嘅狀態究竟係點樣？最後結語，被掏空之後，才有可以給出去的東西。像係信舉起嚟倚靠，十字架嘅路係需要用腳去走嘅。呢一講裏邊，我哋學會咗愛係用一雙為主為人而磨破咗嘅鞋。羅伯用2000里路嘅簡樸磨出咗平安，代真章用靜觀磨出咗係對細小事物嗰種嘅珍惜。米連拿用一雙受傷走不完嘅腳磨出咗對自己嘅寬恕同埋對他人嘅體貼。影片到嘅尾聲，有一個朝聖者講咗一段係好動人嘅説話，大意就係一個朋友曾經係送俾我一份禮物，條件就係我只要將佢送俾真正有需要嘅人。自從我覺得我已經係揾到嗰個人嘅時間裏邊，我現在嘅感覺就好好。我可以對佢講，呢一位就係真正嘅朝聖者，係一條路最終要造就嘅一個人。當一個人真正係被掏空、被重新充滿，係被從關注自己嘅匱乏裏邊轉而辨別、認清並且回應別人嘅需要，呢個正係主耶穌要走呢條路嘅心。10章45節，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作他人的贖價。仲記唔記得開頭嘅時候我所講嘅尼采嗰句説話？佢講要靠住找住榮耀嘅瞬間去擁抱永恆。嗱，呢條路教俾我哋嘅恰相反，唔係找住，而係鬆手，反而係將自己嘅生活放到最大，而且係甘願被掏空。真正嘅永恆藏在喺你甘心捨棄嗰一步，將你所領受嘅帶俾還喺路上面嘅人。係邊個放置一塊石頭係指引出一條路呢？我哋在天上嘅父，今日讓我哋首先低下頭睇下我哋嘅鞋，問我哋自己：主啊，我哋一雙鞋願意好似羅伯一樣，好似代真章，好似米連拿咁樣，為你為人一步一步嘅磨破。讓我一齊起立，同心祈禱。親愛嘅天父，我感謝你，因為你冇應許一條平坦嘅路俾我哋，佢係應許我哋喺一條路上邊與我哋同行。主耶穌，你自己先行過通往十字架嘅條路，如今又呼召我哋要跟從，捨己背起十字架走向你。主啊，我哋承認我哋手裏邊都係緊握住一塊石頭，係嗰啲唔能夠放下嘅執着，未曾饒恕嘅傷痛，唔肯交出嚟嘅掌控同埋驕傲。今日求你賜俾我哋恩典同埋能力，讓我哋能夠好似朝聖者一樣，走到你十字架嘅腳前，鬆開
緊握嘅手，將石頭放下，得着自由與輕省。求你亦都開我哋嘅眼睛，讓我哋喺平凡嘅細小嘅事物上面睇見你神聖嘅曙光，更加求你好似醫治巴底買一樣咁觸摸我哋，叫我哋丟下嗰件保護我哋卻阻攔我哋跟從嘅外衣，重新喺路上面緊緊跟隨你。願我哋唔單止係要求走到終點拿到證書，亦都喺呢個旅程裏邊被你一步一步塑造成為你愛子嘅模樣，使到我哋活喺呢個階段所學嘅功課交託、奧秘同埋跟從。求主幫助，奉我哋主耶穌基督嘅名義求，阿門。